人讲恒春半岛是月琴的故乡，伫恒春有足侪国小拢开始互学生囡仔学弹月琴，也来唱民谣。除了当地艺术甲学生以外，也有侪侪老师做伙来参加。大到乱歌团的成员也长期陪囡仔做伙学，会用镜头记录一挂过程。用思乡记的调唱出家己写的词，这两个恒春国小南湾分校2年的学生，当咧练习比赛歌曲。因遮尔细汉就会晓弹月琴、唱民谣，因为学校队逐当前开始教囡仔，老师阁用心记录民谣曲调，写做乐谱，互囡仔学。传艺师有法度弹，来，因为传艺师甲你讲，无传艺师无法度弹，无法度弹，咱伫学校内底无法度落实。我觉得我们缺了一个传艺师跟小朋友之间的桥梁，那个桥梁，我需要有谱。吴老师原本是台语老师，为着教囡仔，家己嘛学弹月琴。不过上困难的代志是，甲团艺师唱的歌谣写做乐谱。另外，伊嘛会教囡仔用台语写词。我有东西可以留下来，以后我不管是谁带，我可能因为我们总是会退休嘛。唔拿传统民谣、甲月琴、甲顶头结合，学生哪表演哪耍，大家拢足欢喜。民谣文化慢慢啊伫恒春国小定景生团。每一年你看到这阿公阿嬷唱歌这么好听，小朋友嘛唱歌真大声，过因看袂到，就是讲咱教育陪伴这段。跑太远了啦，瑞斗西可以啦，对，3、2、1，来。大高南歌团成员最近拍这支影片，记录恒春地区的国小，加在有这群老师做伙传承民谣文化。所以去车的有的老师伊是可能干来会晓教台语、讲台语，袂晓弹。有老师是教拍电脑的，一个拍电脑的老师哪来教这？你会讲因愿意开家己休困的时间去学，然后慢慢一字一字慢慢甲囡仔教。囡仔咧当徛伫舞台时阵，你会看到伊的足自信的迄面。大高南歌团长期伫咧恒春陪伴，看到老师遮认真拍拼，大家都唔通互遮尔水的在地民谣无去。记者陈亚军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